变化发生，其手神明，无极众神不可思议功德。经验第六，值年值月将，值日值时神，夜差黑煞帅，日令皎洁兵，往来细见察，不得漏毫分。会同家宅神，着令司命君。如有前送男和女，速速报之文。家宅供此经，妖媚化为尘。船舟奉此经，风波即克平。行人配此经，路途保安宁。书生看此经，不久步青云。妇人诵此经，儿女五难成。若为王化念，王化早超生；若为父母念，父母享霞龄。焚香高诵念，祈福即来临。日念3-5遍，或诵100千声。人能超应诵，诸疾不相侵。诸神皆欢喜，宅舍并光明。或赐福与寿，或应儿与孙。凶事化为吉，福禄寿重增。斗口天君，亲奉汉室，汉寿亭侯。关圣大帝敕令，大帝曰：帝曾言，日在天上，心在人中。心者万事之根本。儒家五常，道士三宝，皆从心上生来。